这礼拜五，高中以下学校就特别开学啊，为着防疫，各县市拢开始进行校园消毒。亲像新竹市是派环保局的人员去到校园内面进行公共空间的消毒，按算开学进程的完成全市69间学校的消毒工作。清洁人员派器材来回转药啊消毒。这礼拜特别开学啊，面对疫情，学校唔敢课室。开始进行校园环境清洁消毒。校长讲，针对开学迄天，学校嘛已经做好各项的防疫规划。开学之前的话，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会回到学校来做，就是备课的一个动作之外，还要就是整个校园环境里面做一个清洁跟打扫的部分。因为目前我们学校有33台的额温机，还有1台的温控仪，那再来还有20台的手部消毒感温器，还有就是有20台的蓝光喷雾器。新竹市长林志坚也来到校园关心开学前的消毒工作，另外更提醒家长做好家己家厝内囡仔的健康管理，严格的来把关。那么只要有一个孩子确诊哦，那我们全校就会停课14天哦。那借由加强防疫的规范，防疫的这个及早的准备哦，那我们都希望能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。教育处也要求学校确认防疫物资的数量，各老师第2档疫苗预防下的状况，确保校园环境安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